来继续来看中华职棒统一狮队的啦啦队，最近是找日本、韩国的女星加入到球团，其中真有名车计势这位为韩国蔚山来的查某囡仔合作钓关州，而个大巨蛋一个献光就人气强强滚。记者来问啦啦队的总监，为什么会找钓关州来台湾？这总监竟然回讲，并无特别想要找伊。这种的回答是由球迷相当的不满，讲无尊重人。统一狮的球团对这件代志嘛无回应。来自韩国的钓关州加盟统一狮的啦啦队，称作 UNI Girls 的成员。伊甲其一个人伫大巨蛋的表演，嘛互伊增加经济声量。那到底是安怎接无到这个人气女孩 UNI Girls 的总监是安尼讲的？其实很简单，我没有特别想找他，我会太直接。其实因为是他们公司蛮积极的啦，就有来跟我这边洽谈，表现出他们的诚意。那后来我也见过娟州本人，我觉得他也蛮乖的，就是很可爱，所以我也觉得不排斥这样子。到底国球团积极在找找韩国籍啦啦队成员的时阵，总监说讲钓关州不是因第一人选，这段话后面仲感觉真无尊重。讲若关州知影一定会艰苦，是安怎要安尼生来讲关州呢？明明一加入 UNI Girls 的声量就增加。做人的身份，唔通欺负外国来的朋友。现在来问统一狮，球团表示讲对这件代志无回应。那已经来台湾发展韩国籍啦啦队的成员，说是请假真无用。这个球队加盟台港雄鹰的上强外援安志环，最近和韩国漂亮网站合作，推出安志环韩国特别旅行，来当和伊做回去看球赛，可当去出名景点登卡参观。时间3暝行程，费用包括机票、保险等等，一个人大概要2万块，计小不少，20个人以上才会成团。靠着替球赛加油，累积个高人气，韩国这个啦啦队成员理想培展，希望会当伫台湾的舞台，让大家看到家己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